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喝粥只能喝女友特供版。你好，你好，帮我打包一份鱼片粥。好，还有呢？再来一份肠粉，谢谢。好的。你好，麻烦稍等。青青，江总，好巧啊，你也来买鱼片粥吗？是啊。小姐你好，您的鱼片粥好了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他也来买鱼片粥，该不会也是给顾南粥买的吧？你好，麻烦帮我做快点，我赶时间。好的。南粥，我回来的时候顺便给你买了鱼片粥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顾南粥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好路过，给你买了份鱼片粥，还有肠粉。哎呀，好巧，2份鱼片粥。既然有2份鱼片粥，那拿一份给简小川吧，他一定还没吃饭呢。好的，顾总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喝粥只能喝女友特供版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好，小声点，给我点面子行吗？我是你女朋友，干嘛要小声点？我向你保证，绝对一口也不偷吃。你还要偷吃？我是说粥。家有河东狮，我只吃你带的行吗？谁是河东狮？你给我说清楚。这是公司呢，注意点影响。我告诉你啊，全部都给我吃完，一点都不许剩。知道了。好吃吗？